各位家長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4句育兒金句。呢4句金句都係想提醒我哋，作為家長點樣用更有效嘅方式去面對孩子嘅情緒同埋溝通，令親子關係變得更加順暢。第一句金句：孩子學習如何處理情緒的方式，就是觀察大人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。其實孩子唔止聽我哋講嘢，更加會睇住我哋點做。當大人遇到問題嘅時候，係冷靜面對，定還是係發火鬧人？如果家長一遇到困難就大發雷霆，又或者放負，咁孩子都會學識用同樣嘅方法去應對自己嘅問題。好多人話，點解你嘅小朋友咁硬頸？其實有時候孩子嘅情緒模式就係從大人身上學返嚟。所以如果我哋想教孩子冷靜面對問題，自己首先要學識點樣管理好我哋作為成年人嘅情緒，俾孩子一個正面嘅示範。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對大家有幫助，記得按讚支持一下，分享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其他實用同埋教養嘅資訊。透過分享知識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家庭，讓孩子能夠平安快樂咁成長。多謝晒。第二句金句：當你情緒失控時，孩子學到的不是你的道理，而是你的情緒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，當你好憤怒、好嬲嘅時候，你可能會講：我已經講咗幾多次啊，點解你講極都係咁㗎？但係大家有冇發現，你講咗咁多次，你嘅子女都依然冇改變呢？喺你發脾氣嗰一刻，孩子學到嘅唔係你講嘅大道理，而係你發火時嗰種咁嘅憤怒、壓迫感，甚至乎帶俾佢哋嘅恐懼。佢哋可能記住嘅係你大聲鬧佢嗰陣，而唔係本身想教嘅道理。換句說話，如果我哋希望孩子真正明白問題，而唔係因為驚而被迫服從，咁我哋自己就要先保持冷靜，學識用平靜同理嘅態度去溝通，咁先可以令孩子真正吸收到你想講嘅信息。第三句金句：好的父母不是完美的父母，而是願意承認錯誤、修正錯誤的父母。冇人天生就識得做父母，育兒本身就係一個不斷學習嘅過程。我哋都會有做錯嘅時候，可能喺發脾氣過咗火，可能係誤會咗自己嘅仔女，甚至係無意中講出一啲傷害咗佢哋感受嘅說話。但係重要嘅係我哋肯承認自己嘅錯誤，並且願意去改善。我哋教孩子要勇於承擔，自己都要以身作則。如果我哋識得對孩子講：對唔住，爸爸做得唔夠好，我應該可以再耐心啲，慢慢聽你講嘢嘅。咁樣，孩子亦會學識承認錯誤，而唔係只係逃避或者狡辯。第4句金句：真正嘅親子溝通，不是要贏過孩子，而是要贏得孩子的信任。好多時候，父母對孩子講道理，都好想鬥贏佢哋，要令孩子明白，我哋做大人嘅係啱，你係錯，甚至會話你應該聽我講，我所有嘢都係為你好。但真正有效嘅親子溝通，唔係要令孩子輸俾你，而係要令佢哋願意信任你，知道你係可以依靠嘅人。當孩子信任你，佢會願意聽你講出自己內心嘅諗法，而唔係單單為咗避開你嘅責備。如果親子關係只係圍繞住誰對誰錯，咁最後只會造成對立，令孩子同父母之間嘅溝通越嚟越抗拒，越走越遠。今日嘅呢4句嘅金句，正正係提醒咗我哋，孩子係透過父母去學習情緒，
而我哋表現出嚟嘅態度，會直接影響咗佢哋未來點樣去處理自己嘅情緒。同時，我哋唔需要做一個完美嘅父母，而係要做一個肯學習、肯修正嘅父母，讓孩子知道爸爸媽媽都會犯錯，但佢哋願意改變。最後，我哋要記住，親子關係唔係一場勝負之爭，而係一場信任之旅。當我哋放下鬥贏嘅心態，真真正正去聆聽孩子嘅心聲，孩子亦會用更開放嘅態度去用心回應我哋。今日我哋就講住咁多啦。